準備。好，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比較快啲嘅閘商呢，內欄位置快馬加鞭同埋中間紅帽呢走上去就見無名啊。黃衫外邊第2位燃心星啦，第4位外邊係魅力星啊。最出富全寶馬騎上去，第6位橙色眼罩中華威威啦。再後多層有鳳凰啦，內欄紫色衫係拼搏啊，外邊至開心。咁後邊3匹馬發光發亮，東方魅影、暫時電流係嗰隻飛躍精英嚟㗎。好啦，咁轉緊彎嘅時候啦，見無名呢就擺咗喺前面方啦，燃心星內欄第2啊，富全寶馬第3、第4位就係呢隻魅力星噶啦。內欄第5有快馬加鞭，第6位橙色眼罩中華威威啊，響外邊至開心啦。內欄位置拼搏啦，尾4中檔鳳凰，尾3內欄紅眼罩呢就係發光發亮，大外檔東方魅影包咗落尾飛躍精英啊。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前面見無名呢，仲有個零馬位嘅優勢，由最入邊數出嚟啦。黃衫燃心星，紫色衫魅力星，快馬加鞭中間呢，衝刺比較凌厲嗰匹嚟噶，出邊追上嚟仲有隻東方魅影啊！最後100米到見無名放到順晒啦，拋嚟贏馬，跑第2名係快馬加鞭啊，第3名魅力星，第4名就要影啦。外邊係東方魅影，埋邊呢係燃心星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見無名就係擺咗喺前面走呢，結果一放到底，隻馬都好大隻噶，跑第2名快馬加鞭，第3名魅力奇居，隨死步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有快活英雄埋邊快，中間知道穩勝啊！最出黑衫呢就係呢隻非凡時刻啊！第4位內欄紫色衫亨奇啊，外邊仲有快活同盟啊！跟住個第6位藍眼罩綠衫啊，線路光華啦，後嗰邊嗰陣啦，內欄利不可擋，中間呢仲有凌風傲雪，出邊百里王啊，酷霸王響尾二，暫時電後粉紅衫係海洋帝君嚟噶。好啦，咁轉緊彎啊，非凡時刻啊，騎咗出嚟就自己放拋嚟咗，大約有個零兩個馬位嘅。快活英雄啊，已經咬住第2啦，知道穩勝嘅第3，內欄第4，紫色衫亨奇啊，外邊快活同盟啊，第6位綠色衫藍眼罩線路光華，走入去嘅馬有利不可擋，凌風傲雪攞出嚟啊，大外檔嗰邊有百里王同埋呢隻呢就係酷霸王嚟噶。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前面非凡時刻仲係佔先嘅，咁隻馬比較細隻啲噶，快活英雄好大隻嘅，已經係逐步追緊佢啦，亨奇進佔第3，外邊線路光華亦都追咗少少啊，最後100零米。非凡時刻仲有優勢㗎，快活英雄一路追緊佢，兩匹馬相當接近啊！外邊冚咗上嚟，快活英雄終點前將非凡時刻趕過，跑第3名嘅馬係亨奇啊，第4名外邊嗰度係咪有啲外閃啊？線路光華同一邊利不可擋，需要影相啊！結果今場賽事都嚟晒一啲貼欄嘅馬，跟前嘅馬，快活英雄咁啊終點前12啊！會唔會9號呢？好，你一開閘啦，嗱，德金外邊搶住出嚟啊！但係埋邊嗰啲5福星快啦，中間大番薯快啦，黃衫藍眼罩仲有機械騎士4隻馬平排領放啊！跟住個第5位有比特星啦，藍衫藍帽第6呢，仲有呢隻起行啊！響外邊第7位就日日獎啊！咁啊後多少個馬匹先有贏得爽啦！再後邊有呢隻彩虹戰士啦，內欄大利好運，出邊火神神樂啊！暫時電流係加州星馳嚟㗎。好啦，咁啊開始轉彎啦，前面放嘅馬呢，就係嗰隻辣德金嚟㗎，跟住第2位外邊係機械騎士啊，埋邊第3啊5福星啦，大番薯黃衫紅帽啊，跟住個第4啊，第5位埋邊比特星啊，攞出去外邊啦，日日獎啊，再後多層嘅馬，大約跟住個第7呢，仲起行啦，後啲嘅馬先有贏得爽，火神神樂大利好運尾3啊，尾以彩虹戰士包尾仍然係加州星馳啊，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馬仍然係辣德金啊，但係外邊日日獎已經係撻着咗，開始追上嚟啦，中間大番薯黃衫紅帽第3位呢，起行外邊追咗少少啦，再喺外邊仲係贏得爽，馬林中間係比特星啊！最後100米到啦，日日獎拋離群區贏出呢場賽事，起行跑第2，第3名外邊追上嚟呢，就係嗰隻贏得爽啊！第4名係埋邊嗰隻大番薯啊！結果今場賽事最緊要就係掌握到入彎嗰段發力，就係日日獎外邊冚上嚟，結果拋離贏馬，起行跑第2，贏得爽第3、第4名係大番薯。黃記居，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開心5月應聲彈出啦，中間有超越夢想啊，咁啊進佔第3位有巴閉佬啦，外邊好好飛啦，粉紅帽走埋上去第3位，仲有隻順善寶喎，大約跟住個第7位嘅馬有超旺財啦，內欄第8位啊，黃衫黃帽帶咗個白鼻箍呢，仲有創科群英啊，出邊啡色衫係考眼光啊，後啲嘅馬匹啦，先有整蠱專家橙衫啦，尾5到啦，內欄藍衫金鑽精靈啊，響出邊啊大快步啊，尾3深紅紅尾衣榮耀掌聲，暫時殿後出就唔
係好快嗰隻咧就星雲兆爵嚟㗎。好啦，轉香港體育學院灣啊，前面放嘅馬咧就係順線寶喎，順利放咗出嚟跑喎。跟住喺第2位嘅馬又超越夢想啊，守住內欄第3就開心5月啦，外邊第4位好好飛啊，中間第5紅帽有超旺財啊，響外邊考眼光啊，內欄仲有巴閉佬啦，馬林中間橙衫整蠱專家，外邊大快步，後啲嘅馬匹深紅紅攞出去外邊啊，大外檔嗰邊見㗎啦，仲有星雲兆爵啊，後啲先有金鑽精靈啊，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前面順線寶仲有少少嘅優勢啊，咁啊外邊好好飛，一鼓作氣中檔冚上嚟㗎啦，中間位置仲有超越夢想啊，埋邊開心5月揾到位，中間有超旺財，出邊仲有㗎考眼光，外邊位置仲有隻深紅紅啊，最出金鑽精靈，最後100零米埋邊開心5月，中間超旺財，出邊深紅紅相當接近，入邊仲有創科群英贏馬嗰匹埋邊。開心5月呢，係咪佔先少少呢？入邊仲有些少嘅優勢啊！外邊深紅紅係10號，中間超旺財，咁啊最入黃衫。好，你一起步風采人生淺藍衫快喎，咁啊外邊啊幸運愉快都快啊，中間又跑得好快啦，咁啊再見到外邊呢，咁啊仲有遨遊波斯最出綠色衫粉紅帽啊品德寶寶啊，內欄黃衫紅帽啊福聚嚟㗎，咁啊再見到中間啦，仲有呢隻就同有韻啦，黃衫響個馬林入邊啊女神啊，外邊尾4隻勁者啦，後啲嘅馬匹大浪原田、龍傲玲羅啊，暫時殿後建測精英啊，轉緊彎啊品德寶寶外邊啊帶咗出嚟，風采人生啊跟住你啊，第3位外邊啊幸運愉快啦，內欄第4，咁啊黃衫嗰隻係福聚嚟㗎，咁啊中間第5位仲係跑得好快，外邊戴面箍就係呢隻遨遊波士啊，後多層啦，馬林中間黃衫啊女神啦，內欄嗰邊呢，咁啊紅帽白衫呢就同有運啊，掟出去外邊有勁者大外檔建測精英啊，最後300米到啦，前面品德寶寶同埋風采人生鬥緊嘅時候啊，福聚就向住中檔追緊上嚟㗎啦，響外邊遨遊波士都有份衝喎，後多層啊嘛，出邊啊女神，外邊龍傲玲羅大外檔建測精英，最後100零米品德寶寶仲有少少嘅優勢啊，福聚就開始拍上嚟追佢，外邊位置女神車輪邊亦都上緊嚟，接近終點第1名，相當接近啊！外邊係咪及時趕到嘅女神呢？定係終點嗰步埋邊嘅福聚可以壓到落去就要影相啊？第3名都近啊，埋邊品德寶寶啊8號，中間遨遊波士最出龍傲玲羅，睇翻個頭馬先，好近啊！好，你一開閘，大家都平排約出啊！快少少嘅馬呢，咁啊見到埋邊位置戰企飛，中間小飛俠走上去啦。咁啊再見到中檔位置有彭越啦，馬林中間藍衫大約第4位，仲有實力啊！外邊呢有特別美麗，內欄啊林寶精神啊，最出黃衫黑帽啊開心宇宙走4踏啊！馬林中間仲有呢隻就本領輝煌啦。咁啊海船幸運呢，咁啊綠衫大約尾6到嘅，後邊嗰幾匹馬啦，咁啊分別有瑞奇威風，外邊江南勇士，尾3埋邊揚威4海啊，後邊2匹啦，有長勝威龍同埋夢照發嚟㗎。好啦，過咗呢個1000米段處啦，前面放嘅馬呢就戰企飛喎，開心宇宙外邊呢走咗上去拍住佢㗎啦。第3位嘅馬有小飛俠啦，第4位橙帽黃衫就係呢隻彭越啦。響外邊粉紅眼罩紅衫第5位有江南勇士啊，內欄林寶精神啦，本領輝煌響個馬林中間上一啲啦，中間位置仲有實力啊。後啲嘅馬匹啦，內欄綠衫海船幸運啦，特別美麗呢，大約尾5外邊嘅，咁啊尾4粉紅帽呢就瑞奇威風，後邊3隻揚威4海夢照發同埋長勝威龍啊！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啦，咁啊呢隻戰企飛佔先嘅，中間位置開心宇宙開始上嚟啦，埋邊偷位上有林寶精神啦，中間啊小飛俠啦，藍眼罩啊彭越啦，出邊追上嚟就本領輝煌啊！最出嗰邊仲有隻特別美麗啊！最後100零米啦，開心宇宙佔先嘅，埋邊追上嚟嘅馬呢有林寶精神啊，出邊特別美麗上緊嚟，中間位置仲有彭越啦，咁啊最後100零米埋邊林寶精神傳咗上嚟，終點前將開心宇宙趕過咗，彭越第3、第4名，外邊係特別美麗啊！結果今場賽事林寶精神增程上1600呢，咁啊守一個唔錯內欄位置，終點前將開心宇宙趕過咗，頭2名拋甩咗，彭越。好，你一開閘啦，哇！金髮盛世應聲撲出嚟啊！咁啊，第2位啦，金小子紅衫走上去，展雄威外邊最出關鍵所在啊！內欄灰馬宜昌光輝啊，響出邊12神將啊！尾5呢就逍遙騎士，尾4電源之軀啊！後邊3匹馬吉星騎士、智勝攻略啊！暫時殿後呢係仁者傳承嚟㗎。好啦，過呢個800米段處啦，方頭嘅馬呢就關鍵所在嚟㗎。跟住響第2位就展雄威，金小子啊，內欄第3、第4位12神
將啊！內欄第5灰馬呢就宜昌光輝，第6位金髮盛世，後邊5匹馬逍遙騎士、電源之軀啊，尾3隻吉星騎士啦，粉紅帽尾子智勝攻略，響後邊仲係嗰隻忍者傳承嚟㗎。好啦，轉整彎入直路啦，關鍵所在響埋邊佔先，展鴻威向中檔追，埋邊呢就有金小子叫緊位㗎啦，灰馬宜昌光輝亦都衝，外邊有12神將啊，後多層嘅話仲有金髮盛世，最後100零米啦，關鍵所在依然係佔先一個身位啊，見到中間位置展鴻威啊，入邊呢就金小子打上嚟啦，出邊仲有隻12神將啊，接近終點關鍵所在一放到底啊，金小子跑第2，展鴻威第3，第4名係12神將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呢隻關鍵所在都係上季尾都係識贏嗰啲馬啦。今場賽事放頭擺咗喺前面呢，一放到底贏馬，金小子第6。好，你一開閘新2馬應聲彈出喎，咁啊緊隨其後嘅馬啦，中間有勁先生啦，蒸日上走上去第2位啊，埋邊有實力哥，第4位就係勁先生，外邊第5位仲係日馳千里啊，出邊用咗3隻馬噶，熾烈神驅啦、缺一劍啦、不羈嗰啲馬，尾4內欄紫色衫得心之餘啊，後邊3隻方唐武士啦、金蘭兄弟啦，同埋隻成數表嚟噶。好啦，過咗呢個800米段處啦，不羈呢就走咗上去帶啊，外邊缺一劍啊跟佢埋，第3位有熾烈神驅。第4位就新2馬，內欄白衫，第5就實力哥，第6位就缺一劍啊！咁啊，第6位呢仲有蒸日上啊，響外邊呢仲有隻日馳千里啊！後啲嘅馬啦，走入邊喎，紫色衫尾5係得心之餘，掟出去嘅馬就勁先生同埋隻成數表嚟嘅。好啦，正最直路啦，前面佔先就缺一劍嘅，紅眼爪嗰筆呢就熾烈神驅上去啦，外邊係一陣風上嚟啦，勁先生未換到腳，有啲內閃，不過都衝咗上嚟㗎啦。中檔第4位仲係日馳千里啊，後多浸嘅馬先就新2馬蒸日上，最後100零米，勁先生將對手越拋越甩，輕鬆贏出呢場賽事。熾烈神驅第2，日馳千里第3，缺一劍跑第4。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呢頂頭熱門，呢隻係1.8倍嘅，咁啊贏得非常輕鬆，係勁先生跑第2名。熾烈神驅都喺外邊冚㗎啦，一早要第3呢就日馳千里，第4名係缺一劍。而究竟係邊隻呢？暫時係5馬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，水晶酒杯相當快閘槍㗎啦。內欄位置有傑出漢子，中間係愛馬仕啊。第4位信心星，出邊好有心得騎上去啦。再見到內欄呢，粉紅衫粉紅帽勇敢巨星啦，中間夾住灰色衫，但係跟住個第7位進跑得啊。後啲嘅馬匹啦，仲有呢隻真心傳奇啊。再後邊嘅4匹馬，武林密碼黑衫響尾4啊，尾3紅衫內欄華麗再勝啦。後邊2匹黑衫啊，勁進輝煌，出邊呢就風再起時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。前面放嘅馬呢，就係嗰隻水晶酒杯嚟嘅，傑出漢子第2位啊，愛馬仕係第3啦，大熱門第4位，外邊黃帽一隻就好有心得啊，中間第5綠色帽就信心星啦，響入邊勇敢巨星真心傳奇啊，揈出去外邊追有進跑得，外邊係武林密碼嚟噶，最後300米到啦，水晶酒杯仲有1個馬位優勢喎，見到愛馬仕追緊啦，好有心得，外邊上緊啦，咁啊中外檔嘅馬仲有信心星啊，咁啊外邊位置呢，就武林密碼，最出嗰邊仲有隻風再起時啊，最後100零米。咁啊，愛馬仕中間佔先，外邊追佢嘅嘛係呢隻好有心得啊！出邊上緊嚟風再起時，入邊水晶酒杯，終點前嗰步好有心得，終點前將愛馬仕趕過咗啊！至於第3名嘅馬呢，埋邊水晶酒杯，外邊風再起時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咁啊，呢隻好有心得，臨尾係10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呢，外邊位置林家山神就藍衫嘅，中間紫色衫顏色勇士，紅衫八進福星啊，咁啊出邊仲有綠衫呢，就至尊高超啊，最外邊黃衫黃帽人心星嚟㗎，咁啊大約跟住個第6、7位到啦，就開心三寶啦，內欄咁啊綠色衫白帽就天福啦，勇冠群英藍衫都放唔到啊，後啲嘅馬匹啦，先見到個超勁赤兔佳進連啊，咁啊再後邊嗰幾匹馬啦，不同世界啦，一定點啦，暫時殿後係嗰隻九九為尊嚟㗎，轉香港體育學院灣啊，前面放林家山神放頭㗎，跟住喺第2位就人心星啊，埋到嚟內欄第3啦就至尊高超啦，八進福星第4啦，藍衫第5位勇冠群英啊，第6位白衫粉紅就係開心三寶啊，響外邊位置仲有唐不甩啦，後呢個馬匹啦顏色勇士啊褪啲啦，中檔位置超勁赤兔攞出去外邊追嘅馬有不同世界一定掂啊，大外檔係九九為尊嚟㗎，好啦最後直路啦，前面人心星搖
遙啊，仲有個零馬位優勢喎。咁啊，見到中間位置就係勇冠群英開始追佢啊，後邊嘅馬仲有至尊高超啦，出邊啊唐不甩啦，中檔位置仲有超勁赤兔大外檔係一定掂啊，最後百零米啦，勇冠群英追緊人心星啊，咁啊見到後邊嘅馬啦，出邊追上嚟都一定掂，中間超勁赤兔同埋天福贏馬嗰匹係人心星啊，跑第2名勇冠群英。咁啊至於第3名嘅馬呢，都相當接近噶，埋邊係天福，中間有超勁赤兔，出邊係一定掂啊！結果今場賽事都係跟前跑法，咁啊呢隻人心星終點前。多謝大家收睇啊！如果你中意我哋呢條片嘅內容嘅話咧，可以撳一撳 subscribe 呢粒掣，然之後可以開起埋隔離個小鈴鐺，咁樣你就可以最快最新咁樣收到我哋嘅資訊啦。如果你有啲咩想同我哋交流嘅話，即管喺下邊留言，我哋見到就會即刻覆你噶啦。多謝大家。